大概70、80年代，相信當時最多人放喺銀包入邊嘅女人相，應該就係呢一張。張相係觀音菩薩響空中企響條龍嘅上邊。我諗直到而家，仲有好多人見過呢一張相。其實呢一張相叫做騎龍觀音像，大概響60年代就開始出現。本來張相係黑白嘅，但係後來俾啲所謂嘅有心人加工上色，就變咗之後流傳咗好多嘅唔同版本。而呢一張相嘅故仔，當我細個嗰陣聽翻嚟嘅版本就非常之簡單，就係有個人響飛機上邊影到觀音顯靈，咁就講完。但係其實關於呢一張相嘅故仔當中仲有幾個版本，而最多人知嘅就係一個關於台灣嘅版本。響1959年嘅8月7日，由於當時受到颱風艾倫嘅影響，台灣發生咗一場嚴重嘅水災，而響中部地區受災嘅情況係最為嚴重，所以有關嘅當局就派咗直升機去到受災嘅地區了解情況。當佢哋去到台中市俗稱大肚溪嘅一帶上空觀察嗰陣，飛機上嘅人發現天空上邊有一片好奇怪嘅彩色雲，佢哋就即刻攞起相機影低佢。翻到去之後，佢哋就馬上將菲林沖晒出嚟。當晒好相之後，就即刻攞嚟睇，佢哋就發現明明佢哋影嘅係天空上邊嘅彩雲，竟然響之後變咗觀音騎龍嘅相。而呢一件事好快亦都傳咗出去。當時嘅人就認為一定係觀音菩薩顯靈嚟到打救佢哋，但係根據記錄，今次嘅87水災造成咗667人死亡、942人傷、408人失蹤，災情僅次於1999年嘅921大地震同埋2009年嘅88水災。而有一個巧合，就係啱啱所講嘅台灣有記錄以嚟嘅3次天災，佢哋發生嘅年份都一樣係9字尾。至於另外兩個版本，我諗大家都估唔到係同美國有關。第一個係響1945年嘅5月31日，當時係第2次世界大戰時期，台灣被日軍佔領，而美軍就派出咗180架轟炸機響台北發動咗一次嚴重嘅空襲。喺嗰陣，佢哋就影咗呢幅相。而第二個版本就係發生喺1973年嘅6月19日，美軍當時派出咗一架 U2 偵察機響台灣基隆嘅上空偵察，飛飛下，佢哋見到天空嗰度有一嚿好奇怪嘅黑雲。而之後嘅情節，因為同台灣嗰個版本一樣，所以我都費事講。但係其實騎龍觀音像呢幅相本身並唔係一幅相，真相係由一位日本畫家，佢叫做原田直次郎，響1890年所畫嘅一幅麻布油畫。而呢一幅畫響1891年就由呢個東京都嘅真言宗豐山派寺院護國寺收藏，而響1979年寺院再將幅畫轉送咗俾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。到咗2007年，日本政府亦都將呢幅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產。但係直到而家，呢幅畫久唔久就會攞出嚟做一啲不定期嘅展覽。但係講到明不定期，所以你見唔見到騎龍觀音像呢幅畫，就絕對要睇一睇你同觀音嘅緣分。雖然真相同觀音顯靈係完全冇關，但係大家亦都唔需要咁快就覺得失望，因為呢一幅畫響日本衍生咗另一個都市傳說。而呢一個故仔係咁樣講嘅：有個人因為幫朋友做一啲債務上嘅擔保人，但係佢朋友又唔生性，搞唔掂，走埋佬，令到佢孭咗2500萬日圓嘅債務。但係好彩，佢由細到大都深信佛教，所以雖然佢可能而家呢一刻遇上佢人生之中最大嘅麻煩，但係佢非常之正面，亦都從來冇放棄過。有一日，佢突然之間聽到有把聲同佢講：東京都有觀音大士可以救你，只要你令騎龍觀音俾更多人認識嘅話，你嘅困難就可以解決噶啦。於是佢就即刻出發去東京。佢首先去咗好多圖書館嗰度揾資料，後來佢發現
東京區護國寺嗰度有一幅騎龍觀音嘅油畫，佢就即刻去嗰間寺院。當佢見到幅畫，佢就用相機影低佢落嚟，然後將張相翻晒咗好多張，再將啲相送到日本各大小可以參拜觀音嘅道場。但係估都估唔到嘅就係好多人睇過呢幅相之後，就覺得佢有神奇嘅力量，因為有部分患有重病嘅人參拜過呢一幅騎龍觀音之後，佢哋就好神奇咁完全好翻晒。而影相嘅呢位當事人，佢亦都可以清晒身上嘅所有債務，而且之後佢嘅生活亦都過得非常之好。其實觀音有冇顯靈對我嚟講並唔重要，最重要係當你望住佢幅相嗰陣，覺得佢係會保佑你嘅，咁樣真定假有乜所謂？